結婚對於你嚟講係人生必選題，定係可以慢慢考慮嘅選擇題呢？香港人嘅婚姻觀念原來正產生變化。根據政府最新嘅香港統計月刊統計，分析1991年至到2024年間香港嘅結婚同埋離婚趨勢。2024年嘅香港男性首次結婚嘅年齡中位數已經達到32.6歲，而女性呢就係31歲，對比1991年嘅29.1歲同埋26.2歲顯著上升，創下34年嚟嘅新高。更值得關注嘅係2024年再婚個案係20,971宗，佔同年度結婚數目嘅47.4%，比1991年嘅4,892宗大幅上升至3.3倍，比例係1991年11.5% 嘅3倍，即係每2對新人入面就幾乎有1對係再婚，係1991年嘅3倍。呢一組數字話咗俾我哋聽啲乜嘢呢？香港人唔再急於結婚，而係更加謹慎去選擇人生伴侶。同時，婚姻亦都唔再視為一次定終生。越嚟越多人喺選擇結束一段關係之後，仍然相信愛情，選擇重新開始。但係婚姻路上面總有挑戰。2024年香港每5宗結婚就對應2宗嘅離婚，呢個提醒我哋，無論係決定步入婚姻，定係面臨關係困擾，都需要更充分嘅準備同埋更理性嘅思考。婚姻係人生重要旅程，婚前婚後嘅專業諮詢都好似為呢一段旅程準備地圖同埋指南針。無論你正喺度考慮係咪結婚，希望改善現有關係，或者面臨分開嘅抉擇，尋求專業意見並唔係軟弱嘅表現，而係對自己、對伴侶負責任嘅態度。美滿嘅婚姻始於用心嘅準備，等我哋一齊學習如何更好地愛與被愛。